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美国股市昨昏一开盘就大落，佮启动熔断机制，15分钟暂停买卖。道琼指数收盘大落2997点，收伫20188点，这是2017年以来上低，波幅要挖13%。美国总统川普是坦白讲，武汉肺炎疫情恐惊会一直烧到7、8月份，甚至也搁较久。啊，不过伊嘛讲，等疫情结束了后，股票就会起转来啊。美国股市昨日一开盘就一直落，就算美国联储会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政策来对抗新冠病毒爆发，造成经济成长变慢。啊，不过道琼工业指数开盘就落超过2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只也爆破8%，触发这个月第3摆熔断，市场暂停交易15分钟。What bullets do the Fed have left? Obviously, an interest rate cut further from here is not really an option. I'm hoping the market settles in with the whatever positive liquidity was forced in by the cut on Sunday. Obviously, there are some other moves as far as supporting, hourly workers, supporting some maybe payroll tax cuts, maybe supporting small business. 落尾道琼工业指数报2997.1点，创下史上第3大报复，收跌2,188.52点，是2017年来上低。纳斯达克指数报970.28点，创史上一天上大报复。The Fed action that they took yesterday was very significant. Now, clearly, you wouldn't know that by just looking at what the market did today, but over time, as that builds up and as all that liquidity goes into the system, i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虽然联准会降息到零利率可能对市场有帮助，啊，不过真侪投资人表示，除非武汉肺炎疫情已经过高峰，无因保障安全的承担风险，搁一摆买股票。美国总统川普嘛承认讲，疫情恐惊到8月份了后，佮讲美国可能当地经济衰退。Best thing I can do for the stock market is we have to get through this crisis. That's what I can do. That's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Once this virus is gone, I think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ck market like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啊，那对抗疫情评价，川普甲家己拍10分的满分，伊强调北京已经定出15天减少传播的目标甲行动准则。川普呼吁所有美国民众，就算健康的少年人，嘛应该避免出席10个人以上聚会，或者是去公共场所甲旅行。记者综合报道。啊，那美国联准会无长期宣布降利息降1%，严重影响美国股市，嘛影响台北股市。咱台北股市昨昏一开盘是开低走低，收盘是落411点，失守1万点。啊，那财政部即马是宣布讲，若准有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税金会当宽限1档，若是有经济压力，会当分36期来纳税。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股市，美国联准会15宣布降息0.5%，美国机会大落，美国期指落到5%半停，引发央长机制，投资人员不希望股市起起来，结果大失望，杀破9800点以下。昨日台股加权收盘指数是9717.77点，落411点，成交值大票2093亿7900万块。八大类股全面大落，而国安基金到底什么时阵要进场，也引起投资人的关心甲注意。国安基金呢，随时注意密切注意这个市场的动态，那么有必要时就召开临时的这个所谓的管理委员会。苏建英讲，国安基金入场有条件，必须透过国安基金委员会开会决议，即阵也未调开。不过依照过去经验，国安基金若是入场1-2礼拜了后，盘势就停下来。针对疫情影响经济，财政部会发布行政命令，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今年缴税应提出延期1年，然后经济压力延期了后，应搁分36期缴。所以我们目前采取的措施就是延缓分期缴税，对受到影响的延缓缴税可以最长可以延长到1年，那分期缴税最长可以达到36个月。台的董事长旧的贷款会不会展延？展延多久？是半年还1年？现在初步讲的就是半年。进前立法院真紧通过纾困特别条例，针对有受影响的企业，还公告银行也提供既有贷款点延才做法。记者综合报道。
即卖已经9点较加，台北股市嘛已经开盘。台北股市今日开盘是盘306点，目前还阁跌落盘，伫咧9400多点起起落落。个案基金伫咧今日敢有可能会集中护盘，请锁定公司台记台的新闻。所以咱来关心欧洲的防疫作战，即卖是愈落愈严。法国宣布讲要限制民众行动15天，若是违反规定就要罚。那欧盟是建议欧盟的国家暂时禁止无必要的旅客入境。As I have just informed our G7 partners, I propose to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temporary restriction on non-essential travel to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执委会伫比利时16表示，为了防止疫情，建议各会员国对外实施30天的旅游禁令，限制非必要入境旅游。暗更有欧盟国家长期拘留权的民众，会员国公民的亲人、医护人员、和送回人员无得限制。欧盟建议法国第一个第一次宣布，法国17开始将欧盟甲申根区的边境关起来30天，严格限制国内民众行动15天。民众除了买食品、看医生、上班，禁止伫外口聚会甲停留。Toute infraction à ces règles sera sanctionnée. Je vous le dis avec beaucoup de solennité ce soir. Écoutons les soignants qui nous disent, si vous voulez nous aider, il faut rester chez vous et limiter les contacts. 总统马克龙强调，法国即马当地作战，伊嘛宣布这个月12举办的第2轮市政选举延期。法国到16累计病例已经破6148人死亡。德国政府16宣布将酒吧、博物馆和其他非必要设施关起来，嘛禁止宗教聚会活动。总理梅克和平使用伫厝的，卖去国外，嘛卖去国内其他的所在度假。西班牙则宣布17开始暂时关闭甲法国、葡萄牙边境，两个过去一天拢增加超过1000例，德国累计超过7000例，17人死亡。西班牙则挖近1万例，342人死亡。另外，疫情上严重意大利，累计超过27000例，2158人死亡。向超市呼吁防疫的英国，嘛要限制民众聚会。Now is the time for everyone to stop non-essential contact with others and to stop all unnecessary travel. 首相强生要求有症状的人，居家隔离14天，无症状尽可能伫厝工作，避免社交活动。暗过无下令关闭酒吧、剧院等公共场所。卫生大使嘛证实会隔离70岁以上老大人。英国卫报摕到病院的内部报告，指出英国疫情可能会到明年春天，果然会有80成人感染，差不多790万人住院。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即马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7万例。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有80923病例，死亡人数是3228人。若咱台湾昨昏有加8例，目前台湾有67例，香港有155例，日本的本土有835例，若南韩有8236例，中东的国家伊朗已经要挖1500例。欧美的国家，意大利上严重，已经超过27000例；美国有4657例，若法国有6633例，英国是1543例。今头等国内来关心新北市中和有一个姓林的里长，伊伫去年11月份招团招乡亲要去西班牙甲葡萄牙佚佗，啊，毋过即阵欧洲的疫情大爆发，因也是照常出团，伫咧3月初10出发，即嘛引起外界质疑。另外，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真侪国家拢提出管制，咱台湾就有台湾团，即嘛台湾的旅客调伫咧北几的摩洛哥甲秘鲁，因进无步退无路。旅游面册会当看到一群人真欢喜出去佚佗，暗过伫欧洲疫情严重时阵，里面一团差不多20个人，伫3月初10如期出发。去当时已经是列入旅游警示区的西班牙甲葡萄牙，嘛引起外界质疑的声音。原本是葡萄牙来，佮要去迄个你讲的迄个无？西班牙，啊，到尾了就无去啊。嘿，算取消啦，啊，要等可能期要旅游，算旅游的迄办公要转来呢，可能会提早转来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对3月17开始，非必要去第3级国家或者地区，转来国内了后接受隔离或者检疫。袂当领防疫补偿金，暗过针对已经出发行程可能无法度实行，因转来台湾了后居家检疫14天，计当领1天1000块的补助。
就是明知故犯，那还去的话，那最后还确诊，那这样才公布姓名。这些条款当然是我们先制定出来，能不用就不用了。目前似乎只有台湾最安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出国去呢？冒这个险呢？因应疫情，各国有新措施。北非摩洛哥10个赶紧宣布关闭国门，刘海空全面封锁。台湾拢总有被旅游团132个人，原定的返台机位强取消，无法度出境。外交部已经主动的联系所属的各旅行社，说明摩洛哥他们中断对外交通的最新的规定，并且已经指示住处呢要持续的接洽相关的单位跟航空公司，要积极的研议协助国人的相关的方式。我们驻法国代表处跟驻杜拜的办事处，科正透过相关的这个管道来了解各项可行的方案，我们正在积极的协助国人返台的事宜。外交部表示，目前已经协助3个旅行团顺利改订其他航班，各有5个团会积极甲当地联络中。另外，秘鲁嘛，为3月16开始，全国进入经济状况15天，咱国2个旅行团拢总40个人，同款嘛伫协调解决中。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中国的解放军昨昏进行夜间的飞行训练，扰乱咱台湾。国防部表示讲，有侦测到中国的军机昨7点外，伫咧咱台湾西南边的海峡附近在飞，冒挖进咱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经过空中的侦巡战机飞出来，广播发射了后，有甲因赶走。来看《自由时报》。买水暗爱徛名2点控新制度开放伫网络注文水暗甲单，行政院昨昏是讲算算的唔免抽口啊，只要有登记就买得到，会使登记到18明仔载，若19就用简讯来通知。来看联合报，疫情影响全球的经济，工商团体是提出讲希望会当减税。若财政部长苏建荣昨昏是表示讲，今仔日就会发布命令，受疫情影响者会当延后1年纳税，也是分3期、分3年、分36期来纳税。另外，安怎算是受疫情影响？政府嘛讲，认定的标准会放0。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嘛公布讲，国内有新增加8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全部拢是对外国返来台湾的人。指挥官陈时中昨昏就呼吁乡亲，政府警告讲，第3级旅游警示有警示的这国家千万唔通去，若准讲袂出车，硬要去画着，就要家己负责，而且会互政府公布人名。国内阁新增加8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确诊人数阁创过1天上悬。那个地方整个在民众的习惯然后防疫作为上面那显然是没有像亚洲我们这么严密严谨所以可能人与人的接触，那他们都没有习惯戴口罩等等的那这样的一个造成的广泛的一个传播。目前国内确诊病例数量已经67例，其中第60例是2月初9到3月12家己去意大利、希腊、德国旅游；第61例甲村里的人伫咧3月初5到14参加旅行团去奥地利甲捷克；第62例是甲村里的人去菲律宾探亲；第63例是甲第55例共团去埃及；第64例甲第58例是共校共系学生。若是第65例到第67例是甲第56例共款参加同一个土耳其旅行团。面对境外移入的个案愈来愈多，指挥中心嘛设3项措施，若是非必要性去第3级警示地区返来国内确诊的人，除了紧急领隔离补偿，唔来甲名公布出来，而且佫会收其他相关费用。你又违反了规定或者在国家已经警告大家不要去，那大家又要明知故犯，出了事。要自己负全责。对于外籍人士从第3级这样的区域来到的，那我们要求要自负必须的费用。外籍人士短期来的了那当然有一些必要的，我们个案会有个案的处理的方式。就伫咧全世界确诊病例数量一直增加的时阵，指挥中心嘛决定，从17半暝12点开始，包括东欧13国、中东15国甲一个地区，北非5国甲中亚9国，提悬旅游疫情到第3级的警告。台湾人应该避免去当地进行所有非必要性的旅游。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咱国内确定病例有67例，其中有1例是北部的高中生。这个学生囡仔读册这班已经停课，学校的部分真侪地方政府即马拢要求高中以下的老师甲学生禁止出国。若指挥官陈时中伊是表示讲，目前行政院嘛决定讲，高中以下的老师学生停止出国，会限制到这学期为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5宣布，北部一名高中生出国旅游登台湾了后确诊，第4班级停课，爱各县市校方提供警告，尤其北北基生活环紧密。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学校拢提供警告，已经要求高中以下师生6月底进行禁止出国。6月底开学这段时间，师生原则上都不准出国。那除了有例外一定要签缝来核定才可以。面对新北市开出第一枪，台北市府表示，7月14进前，师生原则上袂当出国，确实有必要，爱先向教育局报准。基隆市也对咧做，桃园市府强调，8月底进前，师生一律暂停出国，确实爱出国，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报备许可。你要出国可以，但是就是你要跟学校说明，好跟教育局通知你要去哪里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希望至少要在台北市的学校可以做到。8月之前出国计划都要取消，那避免在这个国外旅游或者是参访的时候受到感染。学校都是从严审核，没有特殊理由，没有影响到学生升学权益的话，原则上都是暂缓。台中市强调7月15进前请假出国爱严格审核。台南市强调原本就要求疫情期间师生避免出国，也甲高雄市同款，拢劝导师生确实无必要唔通出国。我们刚才也跟那个行政院都有做多方的一个讨论，那院里也决定，就是说就是高中以下的师生，停止出国，那到本学期的上课日为止，有相关的一个规定，那我们会跟教育部，就实施的一个细节，跟教育部来谈。不过，律师出现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认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除非中央有明文禁令甚至开发，若无证明有牵涉自由，目前台北市府仍然进行劝导。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只有伫咧东半部地区、甲西半部的山区，抑个外岛的马祖会落地渐雨。建议乡亲出门爱早雨满雨伞有备。咱来看云图，对于M开始到拜五，受锋面瓦近，抑个华南云雨系影响。除了平湖甲南部的平地是依次多云以外，其他所在拢较高落雨，尤其是拜四即天雨会较高，落雨的时间会较长，而且有可能会落大雨。因为天气豆豆咧变温暖啊，明仔载拜三开始，西半部甲金门、马祖较到大蒙，若赛车出门就要细致。温度方面，今日各地温度拢会回升，只是高温大约是24度到28度，暗时有到明仔载透早低温大概是15度到19度，已经无遐寒。西半部只是暗时温差会较大。根据上新的空气污染的排放的统计，台中火力发电厂排出的 PM2.5占全部空气污染的1.3%，也毋过食柴油的大货车却是占10%外。学者就认为讲，若是要改善空气污染，食柴油的大货车爱豆豆换新才会当。中部空气污染严重，台中火力发电厂常常红马讲是空气污染的凶手之一。根据最新空气污染排放统计，台中市 PM2.5排放来源，台中火力发电厂占11.2%，柴油大货车排伫后壁是10.1%。不过，若是对于全国情形来看，台中火力发电厂占整体1.3%，柴油大货车是10.17%。环保署讲，要减少空气污染，加速汰换老旧的柴油车也真重要。柴油车的排气管其实是贴近地面，而且是接近民众生活周边，它的排气对民众的健康影响，尤其是暴露影响，会远比那个很高的烟囱排出来的污染还要大。中兴大学环工系教授曾炳杰指出，一个区出现严重空气污染，当时台中火力发电厂已经减排70%，空气品质依然是无好。PM2.5来到每立方公尺41微克，其中14微克来自柴油汽车。伊认为，若是要民众看得更加清楚，对空气污染改善更加有感觉，应该赶紧来管制柴油大汽车。下一步如果说要让大家觉得说不要灰蒙蒙的那这时候柴油大货车它的消减就是最关键的，因为只要它消减掉
在我们的模拟系统来讲，它看来全台湾大概就有很少地方会超过35人。全国老旧柴油大货车大约8万台，环保署对106年起提出补助方案，到即阵报废超过3万台，希望有待继续努力。曾编辑教授指出，台湾定下2050年要减碳50%，加拿大换老旧柴油大货车也无够，应该推出更加优惠的补助，鼓励业者使用电动大货车，安尼成效才会较明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民主党内的总统初选，拜登甲桑德斯即马进入两相对下的局势。上新的一场辩论，因为受疫情影响，大卡无观众，两个人嘛无握手。因两个人除了推销家己，嘛做伙骂总统 Trump 防疫做甲伤两公，嘛枪拄枪，拢讲会找查某的来做副手。因为美国疫情增加，参加民主党第11场总统初选辩论，拜登甲桑德斯两个人一入场并无握手，佮有开1.8公尺的对话距离，避免集体接触甲喙烂传染。两个77甲78岁参选人对个人防疫并无凊彩，毋过面对川普政府的防疫欠点。两个人的立场拢共款，拢伫批评。桑德斯批评川普过礼拜发表甲专家观点无共款言论，破坏民众对政府机关信任。First thing we have got to do, whether or not I'm president, is to shut this president up right now, because he is undermining the doctors and the scientists who are trying to help the American people. It is unacceptable for him to be blabbering with unfactual information which is confusing the general public. 拜登经过国防部甲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应该介入，增加重症病床数量，应付可能增加病人。Answer is I would call out the military. Okay. Now they have the capacity to provide this surge help that hospitals need. 民主党一礼拜二会伫佛州、亚利桑那、伊利诺甲俄亥俄州举行初选，目前民调伫这几州拢依次领先的拜登。某话要向桑德斯甲伊的支持者讲，毋过桑德斯想要用选举活动宣传家己的政治理念，得到寡济党内主流的认同。目前阁无拍算真简单提选，毋过两人对副手人选说是拢共款，想要选女性。And I commit that I will, in fact, I'll pick a woman to be vice president. There are a number of women who are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tomorrow. I would pick a woman to be my vice president. For me, it's not just nominating a woman. It is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a progressive women. 拜登可能副手包括已经退选的参议员贺锦丽、克罗布查甲华伦，2018年争取变美国第一个非裔女性州长。以淡薄差距输给经乔治亚州州议员艾布兰，嘛是考虑人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伊朗目前是全世界疫情第3严重的国家，确定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4000人，死亡人数超过700人。伊朗的官方是表示讲，目前因的国家大约还有21万人有出现症头。另外，以色列即马是按算要学咱台湾来做防疫，还有真侪国家上封锁国家的方式来做防疫。咱来关心中东即马疫情。伊朗塔斯尼莫通讯社驻德黑兰记者阿苏拉尼在推特及时报道中。引用卫生部副部长雷西疫情说明，讲该国已经有大约1000万人接受检查，21万人出现至少一种武汉肺炎症状。伊朗是即阵全球疫情第3严重国家，确诊加死亡人数敢若比中国甲意大利较少一点嘛。德黑兰当局发动国家动员，也有疫情调查加街路消毒，也强调无拍算要封城。در 24 ساعت گذشته 85 نفر مجموع رو درست بگم به 514 نفر حداقل خواهد رسید. 除了伊朗以外，埃及有将近130例确诊，也有出现死亡病例。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检报，也有检疫试剂无够，实际数字可能唔那是安尼。In both situations, the current figures might be an underestimation of the actual figures. It's not because the country is not reporting, but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virus.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为着对抗疫情，提议成立一个为期6个月紧急政府。这是因为伊所领导的联合党在11个月内举行的第3摆全国大选胜利，却是无法形成多数席位。伊并且公开表示，爱学台湾的防疫经验，甲有相关接触史的人改定为对象。另外，伫约旦为着防疫，宣布禁止探监，加上患人对着疫情真惊吓。15日位在首都安曼以北大约80公里的伊利比特发生加价暴动，2人死亡。黎巴嫩是甲边境关起来，并且要求民众尽量伫厝内底。即阵该国确诊超过100例，并且有病人死亡。
李阿君亭是超过50人确诊，并且有死亡病例，除了学校停课，并且宣布把边境关起15天。而相关的边界关起也有确诊人数超过70人的秘鲁。总统维苏卡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另外确诊人数将近40人的伊瓜多也同款。洪都拉斯、瓜地马拉一共出现新增加病例，也分别发出红色警戒，宣布禁止群众集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那疫情伫非洲嘛出现变化，南非已经宣布讲要进入紧急状态，肯亚是停课，嘛提出旅游禁令。另外，印度甲南亚的国家拢有召开视讯防疫会议。欧洲总理莫里森15宣布，16半暝开始，所有伫海外入境的旅客必须要伫厝里或者是旅馆自我隔离14天，嘛会甲国际邮轮港口关起来。新的规定开始了后，雪梨国际机场的入境旅客挂水验的人也是保济。针对隔离的命令，虽无愿意配合，毋过嘛爱讲拄宣布到实施，中间敢半天的应变时间，比美国纽西兰更较短。互真侪人开大钱改机票甲行程，根本就袂赴来应变。Now, 12 hours when we're in a foreign country was all the warning we got. And I think it's deplorable. 澳洲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增加到5个人。澳洲人口第2济的维多利亚省，还佫有首都地区16小连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段期间禁止体育比赛、文化表演等等非必要性活动的大型集会。维多利亚省的紧急状态会小连续4礼拜，首都地区上无1礼拜。而且在这段期间，地方的卫生官员会当有更较大的权利来推销新的隔离或者是预防措施。若是伫咧南亚，印度总统莫迪15邀请南亚区域合作协会7个领袖召开视讯会议，伊倡议设一个关注病毒疾病应急基金。印度初期出资1000万美金，嘛希望讲各国捐款，希望帮助各会员国来对抗疫情。We must all act together, and we must all succeed together. 非洲上无25个国家出现武汉肺炎的病例。肯亚、塞内加尔、甲毛里塔尼亚已经实施旅行限制，而且甲学校关起来3礼拜。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5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紧急状态，学校关起来30天，禁止公共聚会。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疫情上严重的中国，即马的确定病例是愈来愈少。伫咧15迄一日，确定病例敢若16例。即马因要提防外国入来的病例，北京就宣布讲，对昨开始，所有外国去北京的人，拢爱集中隔离14天。若这14天大甲食的钱，拢爱家己出。最近中国武汉肺炎的新增加确诊病例数上升速度有较快，不过其他各国确诊病例数却是一直冲起去。根据中国统计数字显示，3月15一天的新增加确诊是16例，其中有12例就是来自境外输入。3月15日0时至24时，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2例，其中北京4例，广东4例，上海2例，云南1例，甘肃1例。受到疫情拖累，中国公布最新数字显示，2020年前2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衰退20.5%，创下2003年5月SARS爆发以来上歹纪录。为了防范疫情，首都北京市宣布，对16透早起，所有伫境外到北京的人员一律爱隔离14天，而这期间所产生的正大费用必须由旅客家己负担。若是一天大约是台票1500块来算，加上每天餐费500块计算，14天大约需要台票28000块。从3月16日0时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隔离点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隔离人员的费用实施自理自费。香港方面，15新增加确诊病例内底，其中一个是巴士的司機，因為伊無開固定嘅路線，車站趕緊嚟消毒。而家咧就確診咗6宗個案啦，咁另外咧都有多2宗嘅初步陽性嘅個案嘅。澳門出現第11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確診嘅個案，防範措施由防範內地輸入澳門呢，就已經咧就改變成為咧由外國國外輸入澳門㗎啦。澳門在連續39天無新增加確診病例了後，出現第11個確診病例，因為剛好大部分個案是境外輸入，唔能呼籲民眾減少出外旅遊，也預計未來個案不排除繼續增加的可能性。
记者自鸿报道。那南韩的官方是表示讲，昨昏干那加74个病例，已经连续2日新的病例拢无超过100例。另外，日本最近新增加的病例一日嘛拢无超过10例，看起来这两个国家的疫情嘛咧退烧。来关心3当前野刀撞入去日本新内川安养院，杀死19个智能障碍者，那杀伤26个人的凶手是相信昨昏互法院判死刑。ご遺族の皆様、怪我をされた方、被害に遭われた方々の、多くの方が望んだ量刑が下された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おります。这一件二战了后日本上凄惨的大规模杀人案，被告互法院判死刑。凶手是伫2006年举刀撞入去专门收容心脏者的安养院，杀害住伫内底的人，造成19个人死亡，26个人重伤。伊犯案了后，伊随向警方自首。伊嘛讲，因为伊互安养院私头路，伊才会遮生气入去杀人。昨昏日本的法院宣判伊死刑。镜头等下，国内最近有农民伫高雄的山区发现真侪掠山猪的陷阱，有一只水鹿全互陷阱掠着，好佳在有民众斗相共协助，互这鹿会当逃走。100公斤的沙鹿互大巴水下了，稳落，众人来解救。1、2、3，好，请。1、2。踏着陷阱水鹿阿妈棍无细日去用套更数。愈想要用掉的卡路安，好佳在民众发现，通报农业局来救援，落尾救援成功的水鹿前去了就登去森林。山猪钓或者是陷阱，那它容易造成动物跟人类之间的一个就是危险。那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就是加强取缔。基民讲的山猪钓陷阱，过去是拍来的人掠山猪等等大型野生动物的工具。最近山伫咧高雄山区去互发现，而且数量是真惊人。动保团体嘛接到农民တင်情，甲山区关山里上无120只的狗仔受到伤害，是伫勘查，一个下晡就找到10个山猪钓的陷阱，坑的位是真济。然后就像这样卡住，然后狗是不是紧张？它会挣脱，挣脱到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那时候到现场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个人带我们去看，你肉眼看不出来，因为它这个钢丝就跟那个树枝一样，颜色一样，你整个都眼花了。高雄市动保处表示，山猪钓的伤害甲气候差不多，今年3月初1开始已经禁用。因为这个山猪钓其实是很残忍的方式，那基本上依动保法规范，那如果说造成动物受伤的话，我们会开罚1万5到7万5。如果严重伤害的话，我们会依动保法第25条，我们会等于说移送法办。若是民众用这个山猪钓的陷阱，相当会当罚75000块；若是造成动物严重伤害或者是死亡，会砍削掉刑责，会当罚2年以下徒刑，并可相当2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咱总统蔡英文昨昏去视察做防护伞的公司，嘛强调讲，咱台湾的防疫经验受世界肯定。AIT 就特别发出声明，讲要甲咱台湾合作，做伙开发预防车。那即马包括纽西兰、以色列，拢讲要学咱台湾的防疫。在世界，我们的这个也是台湾应该也是唯一的。是在台湾做吗？是在台湾做。因应武汉肺炎，政府不止成立翠安国家队，进到联防和G23遥国家队。总统蔡英文视察台湾制造公司，佮宣布国家队共同制作100万件防护衫，月底就用陆续交货，原料拢是国产品质比外国较好。台湾产业因讲是啥物拢会晓。尤其是防护衣这个冰山等级的我们从原料到制成这个最后的产品全部100%在台湾生产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物资，可以全100%在国内生产这件事情，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心安，也非常的感谢蔡总统表示，防护衫、G23一定是战备物资。初步决定，政府机关、公立病院甲军事单位，希望调向全部国产规划，互平常时长维持一定的需求量。另外，台湾这摆防疫表现也互外国人学乐。AIT 特别发出声明，肯定台湾伫管控武汉冠状病毒的成效，代表双方会努力合作研发预防车，甲相关药物未来也加强合作。我们总统府是表示支持的态度。
那我们也乐见说，台美在过去的既有的深厚的友谊基础之上，然后各个面向都持续来深化合作。尤其呢是在现在这个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的时候呢。不止美国肯定，纽西兰、以色列拢讲要对台湾模式甲经验，比如公众集会指引，运用行动数据资料来对抗疫情。总统府表示感谢各国肯定，台湾也分享台湾的防疫经验，并且继续甲各国进行交流。记者综合报道。那武汉肺炎即马是影响到农业的产销。台北果菜批发市场的挂价14迄日只剩11块2。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昏就表示讲，会甲菜市送去学校甲国军参斗销，会甲地方政府讨论讲，敢会使较慢且静的措施，要想办法来稳定价销。受疫情的影响，即马餐厅需要菜色的量有下降。不过，因为最近气候稳定，叶仔类的菜色成长了真好。婚林生产的叶仔类菜色平均10公斤只剩10外块。有农民因为采收了后无符合成本，希望政府会使提出休耕相关的补助，通好稳定菜价。菜如果落济，你讲较补助到咱食的，伊嘛是甘蔗尔，可能我就共菜的继续提升。如果你唔知要讲偌久，3个月偌久我唔知，所以我希望政府会当，互伊休耕，补助休耕降低咱所在的产量。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阵也造成国内消费市场枵气。台北的果菜批发市场，3月14叶仔类的菜色平均价销落到10公斤只剩11块2。3月15虽然有转来小可，不过为着稳定市场的价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爱和地方政府建议，宣布先把种植的时间先按下。如果因为价格低迷到某一水准的话，那我们会请农民调整生产的这个状况，比如说休息1个月，或者是一段期间，来减少生产的供给。中央提出减少菜色量生产的措施，农民是希望政府会使实施疫情休耕这段时间的补助。在咧两边也未有共识进程，农委会表示，后礼拜开始，中央会和地方做伙合作，加买一寡菜色，替全国的学校抑个国军加菜，也会管好慈善团体抑个中青食堂，希望会使减轻农民菜色滞销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的阿弟饭店已经宣布讲要收起来了后，即马台北的阿都丽弟饭店嘛表讲，对4月份开始要要求因的员工，逐个月上报爱休6天的报薪假。武汉肺炎爆发以来，旅游饭店业影响上严重。3月初，台中阿弟大饭店宣布停止营业。无到1礼拜，丽弟参透集团旗下台北阿都丽弟饭店也传出为4月初一开始3个月，每个月放6天无薪假。他也要生存下去啊，不然他一直赔本，他老板也受不了，是不是？应该是政府应该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台北阿都丽弟饭店门口零零清清，尤其伫后壁疫情大爆发了后，饭店整体营运落成歌。其实早伫3月到14无薪假，旅馆同业工会理事长罗正义也证实，最近旅馆饭店业营收减少，正做重灾区一般旅馆营收甲去年同期比起来落7到8成。专门做接团客的大概掉了7、8成，那么国际观光旅馆大概掉了大概3成、4成左右。受疫情影响，不止台北市无薪假加速增加，劳动部公布全台14无薪假随业单位，到3月15为止，总共109间，比顶一期新增加68间，受影响人数3835人，新增加2173人，创10年新高。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台北市14无薪假产业以旅游饭店业占上多。目前看起来是以旅行社跟住宿餐饮业2个产业就已经是占了我们1半。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因应疫情，头家14无薪假只需要提出减产具体事证，向地方劳动局提出申报。如今阿都丽弟饭店放无薪假，伫饭店业景气无好之下，恐惊也阁有饭店业无薪假的风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台中。台中后里的花市，一到春天就会称做有金香花园，内底品种是5花10色，其中形体较特殊，若亲像冰淇淋同款的花蕊，名就号做冰淇淋有金香。先做3款，咱做伙来看。
湖南啊，白的叫我是个有金乡，佮有湿水参做伙，别墅是一拍火，品种合作 Queensland 的有金乡，也是花蕊有红变做柑仔色的白一望有金乡。台中后里这片花园总共有8公顷，内底各种特殊的品种，吸引侪游客来这行搭。它这里这个花市的种类好多，是我目前没有看到品种那么多的植物，然后正属于正开的时候啊，这边的景色不错，环境也不错啦，而且就是说这边很干净，不输北海道啦，台湾的天气小热，要栽培有金香无简单。亲像这款形体若冰淇淋的花，才罕得看。业者连续引入第6档，出动各种的设备，打造温度计环境，斟酌栽培。不过受到暖冬的影响，今年的开花率干那一成。冰淇淋郁金香这一支呢，基本上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年大概尝试第6年在栽种了。那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我们能够使用上的设备啊，各方面的辅助的系统之后呢，目前今年还是大概1成左右的开花率哈。相色变色，侪无同款的花蕊，互人看到是真心色。规片5花10色的景致翕相特别水，一年一度的有金香的花期，伫台中就会当欣赏到，那亲像是欧洲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做爸母的拢会替囡仔做道济，若做道济就是讲红爷仔满1岁的时，互伊掠物件，看伊后摆大汉会行倒一道。屏东的胜利新村创意园区有文创业者设计囡仔做道济爱穿的好仔衫，抑阁帽仔，囡仔穿了是有够古锥，做道济传统嘛做甲搁较斗大。看起来真有历史，环境嘛真清幽。其实这是安排互幼囡仔通踮遮做道济的所在。伫屏东市这个规模上大的历史建筑群胜利新村创意生活园区内，就有店家结合屏东在地元素，设计出现代的做道济仪式。我们有一些屏东的元素在里面，比方说像这个鼻子，它鼻子就是一个莲母。那莲母鼻，那因为屏东就是盛产莲雾嘛，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太阳，旭日东升。业者讲，规划幼囡仔一世人这一摆做道济，大家细节拢袂当凊彩。规个仪式有9个步数。像爸母抱幼囡仔爬楼梯起哩，代表步步高升。人生第1个生日，一个不一样的回忆，这样感觉就是可以给他有很多方面的祝福。做道济上重要的，就是互幼囡仔拣出伊上喜爱的物件，而且伊未来较有兴趣的头路。业者讲，这款物件拢是用3D 印出来的模型，而且拢是较现代的产业。那我们用一个做庆生 party 的概念来做这个抓周，把传统的抓周把它现代化。现代家长真无闲，不过也唔愿错过囡仔人生当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业者结合传统仪式和现代科技，嘛是希望替幼囡仔伫人生头一场的庆生会留下上好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咱国内第54例武汉肺炎的感染者是一个伫金融业食头路外商公司的员工。金管会甲保险局即马有发出紧急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对今日开始爱管控员工出国的行程。尤其办公大楼先通过感染门个确认无发烧、消毒双手。国泰金控伫仁爱路办公大楼严密控管进出人员，也个设专属的收包裹甲外送餐区，也发出通告，强烈无建议员工出国，主管保留不准假的权利。因为外团国内第54例确诊的病例，是伫台北市金融业外商员工，甲共大朋友也伫金融圈服务。他们公司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想过问了哈。可那个时候，泰国跟日本并没有列入我们的3级的区域，好，所以用这样子来做，在网络上做这样的一个肉搜跟公布哈，我们认为不宜了哈。这名确诊个案所属外商公司伫尾案发出声明，表示一名伫台北市协和办事处工作员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阳性反应，目前接受医疗中。办事处已经清洁，到店员工会伫厝内底工作14天。这名确诊个案也搁甲工业接触过，自行会计师事务所发出声明，证实旗下台北所有人甲确诊病例有接触，目前居家隔离中，早期检测阴性。其他工楼站内员工配合自主健康管理14天。金管会保险局要求保险公司爱控管员工出国行程。假如董事长跟总经理有需要做一些出国的话，也是请他们要事先通报主管机关。我们这边是希望公司来做这个人员的出国管控，并不是要禁止
这些从业人员的出国。是不是也要去比照医疗产业的这些医护人员也去做这样的全面限制、禁止出国？我觉得这是必须再三思。对银行局评估是不是对咧做考虑，是不是管制银行金控甲票权控管人员出国？银行业工会认为，这名确诊的个案无遵守居家检疫是个人行为，银行业性质甲医护人员无同，是不是全面限制出国？建议主管机关要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若武汉肺炎嘛影响观光业，即马观光局就有办理导游的培训课程，予导游来进修。你来上课1点钟，政府会予你158块。虽然有1000多人来报名，验过头一批名额无到200个。观光局是表示讲，会看效果决定讲敢要继续办。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观光业景气是真歹，带队的导游嘛趁无通食。主请的导游李新友表示，伫即度超过30档，即摆疫情的影响是毋捌看过的。不管是国内旅游，也是国外团，用袂拢促销。接完的导游无通出团，收入嘛降到无到5%。从来没有碰过像这一次影响这么大。那前面已经大陆人有自由行断掉了，结果呢，后面这个疫情那是全世界都断了。如果以1到10来讲，大概有9.5的影响。为着要协助产业纾困，交通部观光局头一遍开办导游的培训课程，唔但予导游在职进修，佮提供逐人逐个月上悬18000外块的补助。16号早第一批的课程开放报名，超过1000个导游抢台北、台中总共180个名额。观光导游协会的理事长柯冠斌指出，补助的课程少，想要上的人多，导游抢报名袂输咧抢喙暗。希望政府会当看见导游的需求。一边开放更较侪班，让导游会当安心度过疫情这关。我们是开放以后的第一个班别，今天一早我们大概8点多来，外面就100多个人了。就是说，电脑公司给我的资讯，当时好像1000多人进去。有抢到名额的导游会当上穆斯林市场优先旅游管理行销等等课程，那边上1点钟的课程，就会当领补助158块。在职进修阁有淡薄仔生活补贴。不过符合上课资格导游超过1万人，未少导游拢反映抢袂到上课的名额。对此，交通部观光局表示，会评估开课的状况，根据成效来看是毋是继续来补助。记者尤维珍、谢基文台北报道。环境爱关心，即马全世界拢注重环保，流行界嘛同款，甲一寡较稀花的衫裤，也是在卡网回收，再个摕出来卖。即高级品的二手店，伫百货公司即马拢有，包括讲伫咧网络用租的嘛会使，若海去修理你的，嘛愈来愈侪人会当接受。再生永续是时尚界即几档注目的潮流。若是袂当穿的衫裤，会当回收做再生的材质，甲好的产品延续生命。美国高级的百货公司 Nordstrom 设一个叫 See You Tomorrow 的计划，伫咧线顶平台甲 New York 专门店咧卖使用过的精品，佮鼓吹消费者甲家己无咧用的精品早去店里专卖。另外，英国百年老店 Selfridges 早就伫去年招迄寡卖二手精品的业者入去百货，伫百货公司内底甲头批线卖结合二手专卖创举，互消费者有正好的反应。Is a customer who was crying tears of joy because she found the coat she'd been looking for forever. Extending the life of a garment by up to 9 months can actually reduce carbon waste and water footprints by 20 to 30%. So it reall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f you sell on your pre-owned pieces. 透过名牌公司设计的水衫，兼顾品质甲美感，价值是大家真悬，毋是大家人拢买得起。过来就是要收藏甲保养拢足麻烦的。英国时尚界做线卖真出名的人，伫咧去年嘛转入二手的售出平台，用永续的概念甲两种需求结合，使用者伫咧线顶会当寄家己的精品，互人洗，继续甲好的物件使用落去。有需要的人嘛，敢若爱开差不多原价1成，就通做 Chanel、Ralph Lauren 等等名牌的精品，满足伫咧重要场合各种青菜需求。Renting means that each piece gets rented out, I think, on average about sort of 20 times. The more of us that rent, certainly for special occasions and weddings, the better. 也有一寡旧的精品，特别是配件，会当用修理的，也是定创作有长因的生命。管大的下底绿色，
会当顶擦，卡网滚边磨损会当换新的，素食的布鞋，阁会当擦色换造型。 First of all, it's environment friendly. Then, yes, people have value for money. And the third t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is, like, it's a new trend. Whether if it's with a sentimental value or they want to keep using the same item. 物资丰富的年代，真侪人用名牌展现气质甲经济能力。伫咧环境永续的潮流内底，时代人爱物惜物的精神，嘛毋是过时的想法。佮加上共享的概念，真做是一款负责任追求流行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 爱物惜物，若饲动物伴的好处，大家拢知。也毋过你敢听过讲饲这宠物会当鼓励囡仔读册？伫爱沙尼亚就有图书馆甲大学合作，互囡仔这细汉囡仔读册，互这动物听，读互猫仔、狗仔，也是因饲的鸟鼠仔听。结果发现讲，这囡仔阅读的能力，也个交朋友的能力，拢互人料想袂到，有够进步。 马丁伫读绘本，安那叶卡做一只当地听的白鸟鼠。乌雷姆拿帮狗拿读册回听。爱沙尼亚城市塔多这个图书馆办读书互生物听计划已经到第6年了。看原本无介意读书，或者是专注力无够的小朋友，伫生活陪伴之下，认真读册进行，妈妈拢真安慰。 I think that it's really good to children to read to animals because animals help them to keep calm, and also with my children I see that when the rat was here they immediately started to read. It helps to improve his reading. He doesn't like read at all, but here it's no problem to read to a dog. It's our second year here. 图书馆的主办人员发现讲，小朋友读书后生物听的时阵，烦恼甲压力会当释放，阅读能力嘛当改善，社交能力嘛提升，并可以当尊重别人，啊那狗仔嘛当有交朋友机会。Kindlasti koera aitab ja see on kahepoolne. Lapsed saavad koera silitada, koeraga suhelda, koer saab suhelda teiste inimestega peale oma peremehe, et see on niisugune kahepoolne suhe. 这个图书馆去年甲塔多大学合作，会进一步分析小朋友阅读能力提升的成果。官方嘛鼓励小朋友伫厝内赶快会当读书互生物听，时间一久对当变阅读的好习惯。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若暗时开始到拜五受锋面瓦境影响，阁会开始落雨，所以乡亲出门爱记得早雨码雨伞有味。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今日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是24度。 中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东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是13度到23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